點解好地地一套鹹片會血仲多過汗 stroke 症？慘叫哀號仲多過呻吟叫床？點解好地地一套 3D 鹹片，3D 嘅竟然係子彈、飛刀、石頭、血、內臟，而完全唔關性愛事？屌！我寧願 3D 嘅係精，寧願俾葉山豪顏射我，都唔想睇子彈飛刀啊！要睇子彈飛，我睇讓子彈飛，好唔好？點解好地地一套鹹片會咁血腥？爆頭、腰斬、斷手、斷腳，通通有齊。屌你老母！我真係嚇到撚到夠縮。我入嚟係睇你點做愛，唔係睇你點做低人啊！仆街！點解好地地一套鹹片會有切腳、斷撚等等？男人最痛情節出現，仆街！你叫我點扯旗啊？使唔使咁重口味咁啊 ？OK， 咁都算撚數啦。血腥暴力呢啲嘢唔係最重要，唔好講話 AV， 一套色情電影最重要嘅元素係咩呢？冇錯，就係女主角。兩大專業 AV 女優藍燕，仲有我哋香港代表雷海欣，稍為鹹濕少少啊！真係聽到都扯扯地，但係事實又係點呢？屌你老母！袁沙央利竟然用配音，仲要用嗰條八婆 Vienna 配。我哋平日睇 AV 都係聽唔到啲 AV 講咩㗎啦，聽翻日文有乜嘢問題？仲原汁原味添啦，屌！仲有周訪雪子俾人打到皮開肉爛，大佬啊！用不着玩 SM 係嘛？你估個個觀眾都咁撚重口味，最後周訪俾人屌死咗啊！死撚咗啊！如果你身邊條友喺咁恐怖嘅場面都仲可以起到機嘅，我勸你即刻執嘢走，佢好危險。重點場面，葉山豪一跳10幾多 P， 屌你老母就係、其他嗰啲臨記裸女。輸撚到仆街，冇一個正常。你叫我扯，我就真係想叫佢哋扯仆街。Fine， 袁沙央利我可以唔睇，嗱周訪我可以唔睇，臨時我都可以當佢哋冇到。入場我哋嘅目的係乜嘢？你都戇撚鳩嘅，你睇奧運跨欄嘅目的係乜嘢？梗係偶像啦。點解？因為支持自己有嘛。冇錯，我入場嘅目的就係支持我哋嘅雷海欣，為香港爭光嘅雷海欣。事前我已經做晒 research 㗎啦，知道雷海欣係飾演陰陽人，已經有心理準備啦。但係點解要安排個並將用雀雀嚟到轉個車轆？而雀當棍偶人，點撚解唔俾雷海欣用翻自己把聲？點撚解要配阿伯把聲？點撚解佢用阿伯把聲嚟挑逗人啦？點撚解佢要稱自己為老夫啊？仆街！你想點撚樣啊？聲算啦，細個睇 AV 都可以瞄咗佢。聽聲齋睇呢套戲亮點係雷海欣露3點啊，只不過露2點嘅時間得嗰2秒，係啊係2秒，2秒夠我睇佢嗰個胸定係睇個樣啊？括弧更有高登巴打極度懷疑啊，露點場面係 key 上去嚇，括弧2秒之後點啊？着翻衫爆樓，係啊係爆啊，不過唔係全身爆開嗰隻爆，2秒之後我心愛嘅雷海欣係成個爆炸。變成一堆血肉，我屌你老母！又強身培育你，我自細已經視雷海欣為我個女神。好多人都話佢唔靚、假波或者樣衰，但係我對佢嘅熱愛係從來未人動搖過。
又知道香港會有3D 色情片，到知道有2大 AV 女優，再知道女神雷海欣都有份演，再到知道我趕得切18歲入場睇。呢1年你知唔知我係幾撚興奮，幾撚期待？但係原來1年嘅苦等，只係換嚟2秒嘅露點同埋爆炸。你知唔知我心靈受到幾撚大創傷？以後我睇真雷海欣啲寫真或者圖，我都會不自覺諗起佢用把成人白聲講嘢，同埋成個人爆炸嗰個畫面。你知唔知咁樣會有心理陰影㗎？我女神就咁就幻滅咗啦，仆街！同行有人都話我黐咗線，但係我係好冷靜、好清醒，冇追過雷海欣嘅人係唔會明我呢種感受。3D 肉蒲團我屌你老母，我真係好撚興。